我係楊明啊，亞歷山德於啊，我係楊明，亞歷山德於啊，大家好啊！而家呢度講嘅就係咧我想用和平理性嘅態度去分裂一個國家啊！我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咧就劃咗香港、澳門俾我楊明管，就係咁樣啊！得唔得先？其實我詢問過人哋和平到底係咩意義，已經好多次，又詢問過好多人和平到底係咩意義啊！但係都係冇一個答案嘅。我想有隻小城嘅小船，帶痛苦嘅人去到彼岸，去到幸福嘅彼岸。其實我想有隻郵輪俾乞衣啊！想送隻郵輪俾乞衣，等啲乞衣全部住晒入啲郵輪度跟住整個環島線咁樣嘅郵輪，跟住香港周圍走啲乞衣。講咩啊？如果明佢有不求回報嘅愛如果明有不求回報嘅愛，只係付出不求回報嘅愛，如果明人生最緊要咩啊？力量啊！人生最緊要咩啊？力量啊！熄鬼咗燈佢。如果明佢不求回報愛，付出就好似小城嘅輕舟一樣，將痛苦嘅人帶到彼岸，用小城嘅小船。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幸福同快樂，呢個佢哋生存在世嘅權利嚟。我哋國家社會政府就剝削佢幸福快樂嘅權利。我哋國家社會管理嘅就係逼啲人返工先有錢，有錢先可以生活。我哋做國家政府社會係咪真係要做到咁樣？逼啲人返工返學，有錢去生活交俾我哋，跟住我哋再管理佢。咁你同嗰啲業委業主立案法團業委咪一鬼樣？逼啲人返工交錢俾佢，再逼佢俾你管理我哋。做人係咪要做到咁樣先？擘開塊面扯到爛晒咁樣講先我哋住精神病宿舍嘅個人都想返屋企，我就冇屋企返㗎啦。屋企都係唔會歡迎我嘅，我阿爸阿媽都係唔會歡迎我嘅，我冇屋企返㗎啦。我係想自己出面租個單位住啫，咁啫。我哋住精神病宿舍嘅，人人希望都係返屋企，自己有個位可以自己住嘅啫，唔使俾人騷擾，都唔會騷擾人哋咁樣，係咪咁都唔得先？醫生
你問醫生，不如問國家、問社會、問政府喎，問國家，國家係咪咁都唔得先？我余一鳴係一個天主教徒嚟，唔係一個佛教徒嚟。我余一鳴係一個天主教徒嚟，唔係一個佛教徒嚟。余一鳴係一個天主教徒嚟，唔係一個佛教徒嚟。我相信天主行懷濟世啊，普天同慶啊！8小時8分鐘啊，8分鐘啊！不過呢個世界其實有觀音保護㗎啦，最差嘅都係住下監獄啊，住下精神病院啊咁樣樣，其他生活都好好啦，其他時間都係啊，差極都仲有監獄可以住，有精神病院可以住，呢個福利好好啊！有啲地方你上去監獄都冇啊，上去精神病院都冇啊，飯都冇得食啊！其他地方，香港澳門係最好啊，世界上最幸福㗎，俾國家搞成咁撚樣，香港澳門屌你媽七管到〜成日屎咁，有黃賭毒，啲人又要翻工，又要翻學先有錢，自己要負責自己生活，仲要負責埋國家、政府、社會。佢話你有責任喎對佢知唔知捐窿匿咗邊度？啲人唔行街嘅，啲西裝友唔行街嘅。你有冇見過特首啊？啲西裝友立法會嗰啲行街，有冇就係個個都唔行街，就係識得講字啦，冇上電視。屌佢老味！8分鐘啊！余一鳴有無條件嘅愛，無條件付出嘅愛。